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7月6號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今天我看房地產專家孟小蘇，他又發了一個視頻，又有暴論了。他勸這個廣大的牛馬韭菜，如果你錯過了2022年的預警，別再錯過2026年的信號。這個我不太懂這個意思啊。他的意思是2022年預警，就是說預警房價要跌。他提示了你錯過什麼意思？那你就買了房你沒賣，或者那個時候買了房，好，你那時候錯過了，你手上有房子了。你假如沒有房子，2022年預警不預警跟你沒關係。所以說他說錯過2022年的預警的，那言下之意你肯定那時候買了房子，我預警了房價要跌，結果你們都沒有賣，錯過預警。好，你錯過了那個預警，別再錯過2026年的信號。那什麼意思啊？他意思2026年现在是底部買，那意思就劝這些人再買房。所以說反正我这腦子不夠用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啥意思啊。所以我們一起看一看他這個暴論。他說，如果你還在糾結2026年到底要買房還是賣房，那你可能還沒有看懂這4年啊你資產縮水的真正原因是什麼。那言下之意說的就是買了房的，你正在還按揭貸款的這些人，這4年裡面你的資產縮水真正原因是什麼？畢竟在中國樓市，我從來沒有看走眼過，也就是他是老法師，他從來沒有看走眼過，都說準了。這個姑且不論吧啊，咱們看他往下說的，老王賣瓜嘛，自賣自誇。從2022年到2025年4年裡，全國城鎮房價下跌了40%，這家伙在唱空，我可沒敢這麼說啊。居民家庭財產蒸發掉了180萬億，這是專家說的，比全國一年的 GDP 總量還要多。這4年下來，你家房子跌了多少？負債壓力增加了多少？是不是覺得風險在增大，日子越來越難熬了？在唱空。我們很多買了房的人，現在日子過得很甜蜜，很幸福，一天比一天好。他說我們風險在加大，日子越來越難熬了。這個顯然跟咱們的主旋律是相悖的。這是房產專家孟小蘇說的，公然在這唱空。其實早在2023年房價大壩垮塌之前，我就高聲發出警告。他說我是最早的吹哨人，早在2022年底我就看到了一組危險的數據。2022年房屋銷售額從18.2萬億跌到了13.3萬億，一下子丟掉了5萬億元。這麼大的跌幅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。那麼這5萬億的購買力從樓市跑哪兒去了呢？都跑到銀行存起來了。這個孟小蘇這顯然這真的有點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了。他是2022年年底預警說房價要跌，房地產危險，就這意思。那咱們可是2021年9月份恆大一暴雷就對吧？一針見血，毫不含糊的指出崩盤了。每天都做一期節目，這個很多老粉絲知道的吧？自從2021年恆大9月13號一暴雷，那就是個標誌。我每天都在说，是不是？下面就說碧桂園要暴雷，馬上又說融創要暴雷啊，後來說萬科要暴雷，你看看一路暴過來，萬達要暴雷，對不對？王老板去拜馬寺，我說萬達完了，肯定要出事。2021年9月，咱們就開始說了，房地產要往下走了，所有跟房地產相關的行業趕緊的抽身，大家想辦法遠離這個行業，房產中介趕緊辭職，趕緊換賽道。這個不能再買房了，跟房地產做生意的，給房地產開發商供貨的，就不要做了。現款現貨，如果做不到现款现貨，你就關門，是不是？當時節目咱們天天都說，跟房地產相關的股票堅決不碰，每一次反彈都是你逃命的最佳機會。那可都是2021年9月份一針見血的，毫不含糊的，每天都在說這個。結果孟小蘇說自己是最早的吹哨人。他最早是2022年年底才看出問題，那時候那房子都已經跌了一截了。而且他看到的是什麼？是因為銀行的存款銷售額，首先是房屋銷售額從18.2萬億跌到了13.3万億，就已經跌了5萬億了。這個時候他说房地產危險了，已經跌掉5萬億了。你說你這不叫後知後覺嗎？你這叫什麼好意思說自己是最早的吹哨人？他說這個5萬億到哪兒去了？本來每年是18.2萬億的這個房地產交易，現在只有13.3万億，就是少了5萬億。那他認為這5萬億跑哪兒去了呢？本來應該買房的5萬億跑到銀行存起來了。他說
讓當年居民新增存款激增了17.8萬億元。他說我那個時候就提出警告，22年年底，也就是1年以後，恒大暴雷1年以後，他才提出警告，這是現代版的扁鹊見蔡桓公。我明確指出，君有疾在什麼肌理，不治恐將生。那個時候全國房價還沒有跌，你說這他應該是年紀大了，記性不太好，已經糊涂了。2022年年底全國房價還沒跌，他說房價下降比銷售額下降要滯後一些。那個時候房價體系依然堅挺，病還好治，就像大壩雖然漏水，但是根基還沒有塌。為什麼房價下跌比這個銷售額、銷售面積要慢一點？但我不是專家，我來告訴大家，是因為2021年、22年的時候，各个地方政府不允許房價下降。那個時候你要降價賣，立馬約談整頓，大家還記得吧？連好多央企降價賣房都老老實實把房子收回去，95折，不能低於95折賣房，你的備案價，對吧？你只要降價，那就是擾亂市場，立馬約談整頓。所以房價不降，房價沒有這麼降，所以銷售額就沒了。你價格不降，人不買，大家都不買，所以銷售額一下就掉了。這個孟專家是本末倒置，他在這就倒因為果。他說啊，就像大壩雖然漏水，但是根基還沒有塌。我們面對最後搶救大壩的黃金時間，所以我緊急向指揮部呼籲，大壩有潰口，趕快調500個麻包來補上。其實只要在居民新增的17.8萬億元儲蓄之中拿回1/3，回到樓市買房和裝修，這房價大壩不就不會垮塌。他還是那個論調，你看存到銀行的17.8萬億，只要拿出5萬億出來，把這個房去買房，那麼房地產市場就穩住了，中國的經濟不就順利恢復了嗎？說本來就是這麼個簡單的事兒。可結果如何？我說的這麼明白，就是聽不懂。全網將近5億次的播放，5萬條評論裡面，不少人就是不理解，還有反駁我的人，說老百姓沒錢，說你自己拿錢買房去吧。今天我們反思這些話，是不是很奇怪？銀行裡新增的17.8萬億存款，難道就不是老百姓存的？我說的是新增存款裡有錢百姓。他說我從來就沒有說過讓低收入群體去買商品房，我多年不斷呼籲是為低收入群體建保障房啊，就是在那個呼籲堵潰口的危機時刻，卻沒有人聽懂我的呼喊，輿論被網絡黑嘴給帶節奏，嚇住了領導，這就是信息差和認知差，從此沒有人敢再說堵潰口的話。眼看着大壩潰口加大，最後大壩被洪水沖垮。他說隨後的4年情況大家都看到了，房價大跌導致所有居民家庭財富蒸發了多少？40%，平均每戶損失到了60到70萬元，讓全國人民遭受了4年的痛苦煎熬。說房地產業相關的上下游180多個行業都陷入了困難，有錢百姓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扛得住，但是多少普通勞動者下崗失業，低收入群體成為受害最大的群體。他說今天我就事重提，就是為了讓大家記住，中國人民本來是可以不遭受這一輪苦難的，就是不聽我作為吹哨人警告的結果。現在雖然都徹底認識了，房地產政策也都180度反轉過來了，唱衰黑嘴也被各地政府給封禁了，但是畢竟晚了4年，把失去的損失挽回來可不容易啊！請大家記住這次慘痛的教訓吧。最近又出現了明顯的新信號，就像當年我看透大壩潰口和17.8萬億新增存款一樣，現在市場底層邏輯又發生了新的變化。樓市小陽春到6月份一直在持續，它會不會持續呢？這房產到底還能不能買？你手裡的錢放哪裡才安全？有沒有增值的機會？面對這些新趨勢，你們看看網上盡是忽悠人的視頻，這又是信息差與認知差。98年房改政策就是我參與設計的，初心就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能居者有其屋，
能獲得財產性收入，能讓人民群眾過得更幸福。今天我再次呼籲，為了幫大家守住家庭財富的底線，不至於再錯過新的財富機遇，我們專門籌備了3天的閉門內部直播課。在這場直播裡，我不講那些虛頭巴腦的空話，也不去跟風去誇張，我只按照數據講，按照政策邏輯講，按照我看到的真實變化講。第一天看透宏觀底牌，這底牌不是自己設的嗎？他還要看是嗎？揭開當下樓市大底背後的真正真相，告訴你為什麼現在市場更值得關注。第二天揭秘避險軌跡，手把手教你鑑別哪些資產才是鎖住財富的蓄水池。第3天精準踩點策略，明確告訴你接下來到底該不該買，何時進場，何時置換。真傳一句話，假傳萬卷書。不想在黎明前轉這點錢，就不想倒在黎明轉這點錢的，因為聽信了他人別有用心而走錯最後一步的人，一定要來聽聽我的內部直播課。這個孟小苏，這麼大的一個專家，得7老80了吧，還要來賣課，不容易，所以大家也就見怪不怪了啊。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叫專家知識付費帶貨變現營銷文案，但是營銷文案寫的不好，你好歹也說2021年9月份，对不对？恒大一爆雷，你說不行了，你這搞到1年以後2022年你才吹哨，你那時候吹哨都已經垮了，对不對？通過販賣焦慮吸引用戶購買3天的閉門直播課，這種卻不給他發口罩，說出實際情況的給你發個口罩。這種賣課的，這種販賣焦慮是吧？因果倒置、偷換概念、新增者偏差，這比比皆是是吧？5萬億存款拿出来把房子一買，房子就穩住了。那5萬億後面是不是？這個專家怎麼不說了？這個真的有5萬億出來買房，把房一買，後面還有5萬億嗎？誰去那個高峰去接？沒人去接，那房子不是嗎？流動不了，這叫什麼資產？還得有人去買，那從哪兒弄錢？脫離了韭菜的收入，老是說房價，為什麼說它是倒因為果呢？老百姓之所以選擇捂緊錢包，把錢存進銀行，不是因為他們突然不想買房了，而是因為經濟預期轉弱，收入不穩定，房地產企業頻繁爆雷、爛尾樓，導致對未來缺乏安全感。那個點上泡沫破了而已。一個泡沫破了，靠你吹個口哨再把它吹起來是嗎？把泡沫能補起来是嗎？儲蓄激增是經濟和樓市預期變差而導致的結果，而不是導致樓市垮塌的原因。你是結果，不是原因。這就像那個病人去看病，那大夫就說了，你這發燒，你體溫太高才生病的，那你只有努力把體溫降下来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得不找病根，也不找到底是不是病毒感染还是什麼其他原因是吧？那都不管，反正你是體溫高，給你把體溫降下来，你病就好了。這就是專家水平。我們就不說了2022年那17.8萬億存款到底怎麼增加的，那都是有錢人割韭菜割出来的，人家割出来到銀行就不是牛马韭菜的收入多了，牛马韭菜的多那3瓜2枣的能幹啥？夠幹啥的？那都是有錢人割出來存到銀行的。他们你讓他買，他已經買了，對不對？人家已經買了，買的就是30萬一平的房子，2億一套的豪宅。所以是不是這4、5年你沒發現嗎？雖然這個牛馬韭菜買的房子賣不動，大家勒緊褲腰帶，但是呢豪宅還是賣的不錯的。這專家看不見嗎？這個17.3萬億的增加的存款，這麼大的儲蓄，那是本來就是有錢人多出來的。人家已經買了，你讓人家買10套是嗎？真的，人家房子太多了，人家得换成綠票子是吧？去外面去買了。這些人是在金字塔的頂端，已經擁有多套豪宅大平存，不需要再買。而真正需要房子的中低收入群體，賬戶裡根本就沒有這筆新增存款。實際上這個專家就是睜着眼睛胡說八道。從北京、上海、深圳這個還有杭州二手房來成交火爆來看，都是低總價的，都是只有200万、300萬的，這個成交的多。為什麼？專家濃濃的這種計劃體這種味道還是烙印。這樣一個大壩要虧
我就把這個500個麻包給它堵上，大把就堵住了。那大禹早就說了，对不对？中國古代先贤堵不如疏，是不是這意思？那你為什麼不能疏通它？早點疏通，為什麼就不行？专家的意思就是2022年泡沫還接着吹，让它泡沫不要破，泡沫接着吹，吹得再大，那你說總有破的时候，你让它什麼時候破？從官方角度來說，中國房地產的轉型和軟着陸是宏觀調控，為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，主動的去槓桿，防範房企無序擴張，也就是3條紅線，是主動的去調控，主動選擇。喊了多少年房住不炒的，不要炒，房子用来住的不能炒。孟小苏這樣的人，他不聽勸告，買大量的房子炒，導致這個泡沫的形成，跟孟小苏有極大的關係，就跟這個群體，跟我没有關係。我是標準的，我是經過房地產改革，但是我是那種標準的，就那種到点兒剛需要結婚，你得買套房。好，到點兒你家裡人口多了是吧？那小房子小了，得买個大的。好，买個大的，就這樣，沒有任何说炒房說当時多少錢去買4套5套，沒有，都是按部就班的。如果都像我這樣的，實際上房子它泡沫不至於那麼大。大家不炒，只是你本來就是一套房，你結婚要買房剛需。好，等到生了孩子，人口多了，现在房子小了不行了，得買個大一點的。好，改善完了，恰恰是很多人就像孟小苏這樣的，現在還在提倡炒，一個人買5套8套的，自己名下4套，父母名下還有房，老婆還買。有的為了買房，那個時候大家你知道瘋狂到什麼地步嗎？為了買房離婚，離婚是為了買房。為什麼？這我身邊就有好幾個這樣的離婚買房，我都理解不了。我一個同學就是離婚買房，我問他為什麼，他說因為他名下還有一套房，還是他媳婦名下有一套房，那這樣他們倆如果再買第2套，那第2套首付按揭首付比例就高了嘛，第2套利息好像这個就不太優惠。所以說如果他倆一離婚，那就一個人有一套房，那另外一個人就沒房的讓個人去買，他就可以買套房，那就是按第1套算，買完之後再復婚。我說你這真的是，那你看有多少人像他們這樣净幹這事？好多人北京還炒房的就這麼幹，還有假結婚的，為了這個有购房名額假結婚的，什麼都幹，都已經炒到政府都看不下去了，政府出手管控。這個孟小蘇還在這鼓吹炒房，現在還要搞3天的閉門課，鼓吹去炒。這實際上跟政府的這個叫房住不炒是背道而馳。任何脫離了收入去聊房價的，那都是泡沫，是泡沫必然會破，吃破破，早破還好，吃破危害更大，就這麼簡單。你脫離了實際消費，脫離了實際收入，那就是泡沫。與其說自己是什麼真理的吹哨人，實際上你是在海邊裸泳而已，這海水一退下去，褲衩子都沒了，他還吹啥哨？所以說想說的是什麼？就這麼的一個專家，我想他的退休金應該比胡金老師少不了多少，应該他們倆是標準差不多吧？那你說缺錢嗎？這麼割韭菜合適嗎？艾克，你看我說了媒體，就這些人房吹，他最終是要賣房子賺錢，得帶你賣房子或者帶你買房子，給什麼教授啊，跟他你看所有的房地產的自媒体裡面，他都不是賣房就是買房。他一忽悠這個就賣課，賣完課之後，你鐵粉帶你去哪兒買房，他還賣30套房、40套房，好，他自己就能買一套房，你知道嗎？他的佣金就能買一套房，那他那一套房是白賺的，漲跌他都不在乎。你這自己貸款買的房，好，到時候跳楼，你首付跌沒了，褲衩子都沒了，飛了，人家可管不着，人家那套房是白送的，就跌到腰斬、腳踝斬他也不在乎，都是這樣的人。所以像咱們這樣的没有任何功利，我們只是談自己的看法，談自己的觀點，对吧？不帶貨，也不帶大家買房賣房，買房賣房都是自己的事情，都是自己去扛風險，自己評估自己的抗風險能力。我一直勸，对不对？我的觀點，你看胡一金老師，人家買套房腳踝斬，一點都不影響他生活。他買了大廠的，還是反正通州對面，要麼是香河買了一套房，他自己說的，那個肯定是腳踝斬，不用說了，那個比燕郊跌的還要慘。影響他生活了嗎？一點都不影響。但是如果你要買了，那你就慘了，對不对？跳楼都來不及。所以說每個人抗風險能力不一樣。胡一金老師在紅綠市場投了70萬，那70萬他全給他抹掉，把他零抹掉，變成7萬，他也不影響他生活啊。他該吃拉麵，
該不加鸡蛋還是不加雞蛋？那你說你能跟他學嗎？没必要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个人我們要根據自身情況，你自己的情況、能力、你的資源、你的賺錢能力、你手上的錢、你的工作穩定不穩定來決定。所以我有很多人經常來諮詢，我在什麼地方、什麼房子該不該賣，還是該不該買，這些東西你問我，我能知道嗎？我又不是你，我不知道你抗風險能力怎麼樣。所以老鄧出來割韭菜，你說只能說明經濟形勢不好啊，這還能說明什麼？大家想一想，這樣的人都出來割韭菜了，都開始賣，就說明這個圈子也不好混。本來他們是玩那種叫掮客啊，大家知道嗎？你看他這個圈子是最好做掮客的嘛，到時給人介紹一下，你有什麼事是吧？你不是找着你提着豬頭找不着廟門，對不對？人家知道廟門在哪兒，幫你拎着豬頭找人去了。一個工程或者一個項目，一個審批，拿多少回扣，人家本來是應該幹這個的，知道吧？那現在居然跑來賣課，你就說明這個圈子都不好混了。只能這麼說，這是我個人一些判斷。本來他是掮客的是吧？賺錢很輕鬆的，一年跑2個項目就行了，辦理是吧？搞2個審批，蓋4個章，那得多少錢賺不來啊？現在這活不好幹了，只好賣課。所以我說什麼意思呢？不管是牛馬還韭菜，現在困難，賺錢不容易，就他們這人賺錢也不容易了，對吧？你說怎麼辦？那看王熙鳳倒賣文書，隨便給誰寫個信，那官司就掰過來了，對不對？那《紅樓夢》裡面的王熙鳳模仿那個賈璉的筆記，給誰寫一個東西，馬上這官司就能贏，3000兩銀子到手，還幹什麼？給誰再寫封信，給誰謀個官是吧？那專家本來是幹這個事的，這是他擅長，都是以前老同事，或者結果現在淪為賣課，讓大家見笑了，這不容易，說明賺錢難啊，這都不好賺。所以說牛馬有的時候不要他老是抱怨，上面賺錢都不容易了。我們再看看作為一線城市，廣州6月份的成交數據不太美妙了，就直線下跌啊。廣州市房產中介協會數據，6月廣州二手住宅28740套，面積呢是89萬平方米。6月份環比分別下降12.5%和10.7%，就是套數下降了12.5%，面積下降了10.7%，這個是環比，同比下降9.8%和7.7%，說明什麼？廣州作為一線城市，6月份無論是環比還是同比都是斷崖式，不能說斷崖式，來一個跌幅還不小，跌停板差不多了。這是一線城市。那廣州是一線城市裡面沒有限購的了，它什麼限購政策都沒有了。那現在是這樣子的，差不多是相當於拖得乾乾淨淨了。那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差不多也是這個走勢。以後它無非還有點念想，因為它沒拖完，還有點神秘感。等到後年拖完了，跟廣州走勢是一樣的，或者雷同，不會有什麼太大差別。所以我們一直說，你脫離了牛馬韭菜的收入，聊房價，聊房子還要漲，這些都是耍流氓，這都是忽悠人，這無非再繼續吹泡沫。你現在吹泡沫沒人聽，沒人信了，總人口在下降，所以這個房價無論它是往下走還是往上走，它最終是要跟牛馬韭菜的收入相匹配，達到一個平衡點，它自然就穩住了。那我們再看個新聞，這個新聞就有點什麼了，有點不太美妙了，是中國經營網、中國經營報刊登的，叫上京東賣房子，銀行入駐直售抵債房。這是中國經營報、中國經營網7月6號報道說，近日寧夏銀行在京東平台正式上線官方資產店鋪，集中展示銀川及全國範圍內的住宅、商鋪、廠房等各類抵債資產抵給銀行的。那當然就包括韭菜買的房子、按揭貸款，它是斷供斷貸的，還有一些經營貸是吧？把房子押給銀行的，現在還不起了，銀行把他房子拿去賣，全部房源均為銀行產權，信息透明，無中介議價。這一舉措並非孤立，近期多家銀行紛紛在電商平台掛牌處置抵債資產，銀行自營直供樓模式引發市場熱議。在房地產深度調整、銀行業不良資產供給持續攀升的背景下，從傳統的批量轉讓到如今直面 C 端購房者，一條新的不良資產處置通路正在加速鋪開。然而，低價卻少人問津的尷尬如影隨形。這條通路究竟是突圍之舉還是權宜之策？從包出去到自己賣，
打開京東 APP， 進入京東拍賣，搜索寧夏銀行，即可直達其官方資產店鋪。據寧夏銀行微銀行微信平台信息，寧夏銀行京東官方資產店鋪已經上線。業內人士認為，直供房模式差異化價值在於銀行繞過傳統中介和拍賣環節，直接對接終端購房者，理論上能夠壓縮中間溢價，提升處置效率，加快資金回籠。然而，這一模式能否從應急之舉走向常態化？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分析稱，從當前動向看，這一模式確有加速鋪開的勢頭。近期各大電商資產平台、多家國有大行、區域性銀行乃至農商行系統紛紛下場掛牌抵債房產，部分房源起拍價低至市場價5到7折。銀行直供房一度成為熱點話題，個別機構一次性掛出房源多達上萬套。銀行繞開中介，直連購房者，能壓縮溢價，加快資金回籠，動機充足，短期內規模擴張幾乎可以確定。但它能否成為長期主流，仍存疑。房源多為抵債資產，產權關係複雜，且不少並非直接登記在銀行名下，只是取得了處置授權。市場也已出現大面積流拍、低價卻少人問津的現象，因此它更可能作為處置渠道的補充，而非全面替代。直供模式興起，折射出來是銀行不良處置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壓力。在曾刚看来，壓力主要来自於增量多、處置難的雙重擠壓，也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斷供，越來越多人還不起銀行貸款，這增量嘛，房子越來越多，壓給銀行了。處置難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你到法院拍賣排隊吧，你排到明年後年，法院處理的能力有限，是吧？你去的只能排队，那銀行等不及，所以銀行乾脆自己賣，就这樣雙重擠壓。一方面，房地產深度調整推升了不良資產供給，房企債務違約集中到期，供給持續增長，銀行業處置規模已連續多年創新高，不良處置大年仍在延續。另一方面，抵押物尤其是房產大幅貶值，加劇了变現難度。大量抵債房經過多輪拍賣流拍後才過戶給銀行，即便打5折仍頻現流拍，定價成為成交核心難題。同時，部分中小機構普遍面臨資產質量承壓、資本充足率下行和盈利能力弱化，轉讓時折扣急升，進一步輕視利潤與資本，處置回收率與速度受到明顯考驗。曾剛說，實際上這說明銀行也迫不得已，銀行也不願意這麼幹，那沒辦法，你本來是通過法院拍賣法拍，但是它處理量有限，1年，那銀行只能自己賣，市場供應量又大了，是吧？你說怎麼賣？你那房子都是以前拍过，拍不掉，那現在只能砸盘降價，降得更狠，5折。那這樣這市場價格不又下來了嗎？供應多了，而且人家還砸盤要便宜，你說這個房價還怎麼往上漲？這只是個寧夏銀行，全國多少個銀行？銀行動不動一推就1萬套，什麼概念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還有很多人說房價要漲，這專家。銀行實際上就像資本市場、紅綠市場大股東一樣的，使大量的籌碼往出拋，人家減持，銀行就是這個態度，多便宜他都賣，大量的房子在他手上，銀行越賣房價越便宜，越便宜很多牛馬他越要斷供，是吧？那他的房子本來還能值80萬，現在你這一砸盤，價格又便宜了，他那房子就值60萬了，值60萬，他欠銀行的錢還有100萬呢，或者120万，那很多这个人他一咬牙算了吧，我不要了，房子又給你銀行，你去賣去，失信就失信，所以很多人這不就形成個惡性循環嗎？這就是惡性循環。有很多專家不是說讓政府出錢買這個房子嗎？讓國企為啥不從銀行手上直接買呢？大家對吧？左手倒右手，省了中介費，為啥？所以說這個是可見專家出了這一餿主意，政府並沒有去聽，讓政府發債去收購賣不掉的房子。很多國企手上還有房子，馬上等到國企資金流動性出現問題的時候，他們一樣也拿出來賣，都要砸盤，都要市場上去消化，那房價只能往下走。國企手上有大量的房子也要賣，他現在是手上流動性還有，等到他缺錢的時候，他不賣這資產，他幹什麼？所以說目前看樓市形勢不容樂觀，下半年我們就看到1線城市是不是還有一個
補跌的過程，就像紅綠市场一樣，是吧？那前面都跌完了，你這個強勢股要補跌，這個沒有什麼例外的。根據調查顯示，2025年全國背負房貸人口約4億，因房貸明顯壓縮生活質量。什麼意思？就是月供大於30%的收入，你比如你收入是1萬，你的月供是3000以上的，那你房貸就會影響你的生活質量。這種人有3億人，月供比这只收入的30%以上，而房貸嚴重影響日常開支，無抗風險能力的，這種是你的房貸月供是收入的50%以上的，這種人大概1.5億到1.8億，你說這對吧？已經走到斷供法拍邊緣的困難戶超過1800萬戶，涉及人口5000萬以上，這就是孟小蘇專家建議大家買房。你說這已經這麼多人了，對不對？你還建議誰去買？專家終於前面是遮遮掩掩，現在終於露出真面目，原來是要賣課啊，是要帶大家買房子，是缺錢也要变現，所以他前面搞那些焦慮，說後面房價要漲。你说如果他說房價要跌，他带誰去買房子，是吧？他后面房價後面要補跌，那誰願意買？那不是還得等嗎？所以他就只是說那房價要漲，為了馬上就漲了，現在不買來不及，就要漲。那越這樣鋪墊，那你想，你教課，你買課298或者198、498，反正一買完了之後，他在這裡面只要有50個人被他一忽悠買房，他到一個樓盤去，他就能消化50套房子，什麼概念？這韭菜嘎得很，不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會去上當受騙，心甘情願的被嘎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